会员真的是太没有照顾，就是先管理后面的事，还要把今天投资任务交在天意上，组织力一步步带领大家一起回到所有的去。阿门。咱准备心来备办今日的礼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是俄罗咱请敬拜团带咱。感谢主使我们年假的时候有安息，也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在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高兴欢喜，献上嘴唇的果子愿主的宝座也在我们的赞美敬拜中设立他的荣耀充满这地，我们也在其中得着供应。那如果方便，我们邀请大家能够一同站立来敬拜一同扬声歌唱，欢呼赞美我们的主。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歌唱，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感谢主，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的施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王，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你的医治愿阮较无的心拢会当得到养赐，互阮臃肿继续咱用主的祈祷文来学乐愿咱伫今个时搁一摆来思想主的教导。愿你天你的白，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正伫地里，亲
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阮伫天里的爸，阮伫天里的爸，阮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高官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两个对行，我来唱一下。阮伫天里的爸，阮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高官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赦免阮的辜负，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高官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因为高官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持。感谢主，感觉咱的学乐，请咱议员起立。这是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启应文，启应文伫旧圣诗14，也是诗篇57篇。我来刻恁来印。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
我要投票伫你的色的、果的、庇荫的。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箭。上帝啊，愿你悬过搬过遮的天。伊甲我的骹步设网路网。伊伫我的面前开陷坑。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琴啊色啊，恁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拄天。上帝啊，愿你悬大搬过遮的天。这是请咱下头一齐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今日阮伫你的殿内敬拜你，感谢落你，借着主耶稣的救赎，互阮信的，互阮信的人有权柄做上帝的囝儿。阮也求你找圣神踮伫阮的心内，常常互阮想起耶稣基督的教示，遵趁伊的命令来行，用疼互相宽容，用疼互相交陪，互基督的香味流露出来，引带较侪人来就近你。阮的国家，阮的社会，求你保守，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用疼的梦，互相扶持，伫地里亲像天日来生活。阮的兄弟有年长的，求你保守看顾；破病的，求你医治；心神软弱的，求你扶持壮胆；就业的，求你加添因的智慧；伫工作场荣耀你的名；就学的，求你赐聪明。阮将以上的祈祷献伫你的面前，靠主耶稣的名。即时学老，咱请圣歌队，伊要为咱学老的事，开我目睭，互我看见。
这是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25至27节，所以着拄起白贼，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因为咱三角做体，恁受气着毋通犯罪，有吉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以上，今日正道，咱请蔡长老，伊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受气，却毋通犯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看到你们就是很高兴。昨天我因为下雨嘛，所以昨天想说年假带小猴子去天龙馆，或者儿童乐园，或者科博馆，反正都集中在那个区域。就去天龙馆排队排到快到儿童乐园，快到儿童乐园的时候排队从后门快排到前门，然后到科博馆也一样，一排的话又绕一圈。所以昨天如果你要去不管是天龙馆、科博馆、儿童乐园的话，你最少就要从早上去排队到中午才能够进去。想一想说，小猴子说阿公还要多久？那我们就不排了，去哪里？去大叶高岛屋。哇，昨天大叶高岛屋也都是人。那大叶高岛屋请你们先跟你们一下，地下室1楼有个甜甜圈呀，他最喜欢吃甜甜圈。我们那个不贪心，每次就买一个原味的甜甜圈，因为妈妈说不能吃别的，因为这样的话对牙齿不好。其实那个甜甜圈对牙齿也不好，他去买甜甜圈。很多人去在排队，因为甜甜圈的话，我们要先拿盘子，先拿夹子，有没有夹甜甜圈，然后去算账。那我就看那个盘子，我就带我们小孩子去，就刚好要去拿盘子那个女孩子就在那个盘子的前面很凶，去后面排队了。我们小组吓到，我也吓到了。我看到后面没有人呢，他是最后一个。你的盘子就在他旁边嘛，你最后一个嘛。那我就不讲话，我就等他走了以后，反正我就排在他后面。他走不到一步就可以拿盘子了啊。那个小姐说：“那个人怎么那么凶啊？”那我就小声讲说：“我们不要讲啊，可能排队排很久，以后你不要凶啊，凶就不美啊。”可能是他听到还怎么样，转过来本来还要大声叫，那个服务员在旁边立刻讲说：“哎呀，今天人很多，先生对不起麻烦那个不好意思，今天人很多，麻烦你等一下再拿。”我说他要等多久啊？那个小伙子就说：“那个阿姨已经走了啊，这边都没有人啊。”那我们就拿了，就去算账。我发觉现在的人很容易嘣一下子，好像不定时炸弹，一下就爆发。尤其我们监察院听说要废监察院，所以大家以前会统计说每个月报表多少，反正统计到6月份的时候，只有我超过200件，我超过200件，超过很多200件，其他的人有的甚至1年办不到1件，那之后就怕人家知道，所以又改变游戏规则，改变说你还有几件没有结的，又是我最多。我说没关系啊，高兴就好。那个1年办不到1件的人，反而变成最少，因为只有6件。那6件从来到现在好像1年解不到1件。这个，那你要生气吗？我当然也不会生气。可是我发觉到人在委员会里面呢，很容易动怒，就觉得好像垃圾时间前途无望的感觉。本来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会连任，因为一连任就6年。当监察委员还有他的好处嘛，那最少6年，也部长级的待遇。可是现在看起来监察院是像大法官一样提名无望。现在有大法官，有 NCC， 有中选会，还有加上一个监察院，现在会有4个院，好像这停止在运作。可是对我们来讲也很高兴啊，反正就一直立案啊。所以傅昆萁一直在问说，谁在查那个复兴村马太案的验色符有没有？一直问，连续问了好几次。他说有调查委员在查，可是他们没有授权我们讲。我现在授权你们讲主查就是我了，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他当初去关也是我去查的，然后之后他们的科室里面，我目前已经谈到半打了那现在凑一凑已
经再有2个人可以谈和。他们大概心里有数，他们应该也听到是要讲出是我，然后开始要骂。可是反正我不讲，反正我都不讲，主查不讲啊。很喜欢出名的那个人就接受访问了，就接受访问，但是也不敢讲名字。好，那为什么提这个题目呢？这很早就提这个题目。下个礼拜3月要来讲道，我觉得我这个小孩子自己想一想也觉得蛮高兴的。他每次讲道是逐字稿，每个字都写，然后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跟圣经里面的关节在哪里？因为他对整本的圣经，包括原文，而且他最喜欢看到原文里面在讲什么。他一直告诉我，让会友要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发觉到我是比较落伍比较老派的。他们新的，我说那你们同学呢？我去看你们同学在讲到，他说也不敢讲，因为老师教我们就是说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专心牧会。什么叫专心牧会？你不要只有注重讲道，因为讲道导读本就有了，只要拿3节圣经就可以讲道了。你要注重这青年团契的活动等等了，把那个整个的礼拜的程序弄得大家觉得很喜欢来。是的，我也很希望大家很喜欢来啊。所以每次下雨的话，就像今天我就一直很紧张，为什么？今天我来的时候发现停不到车位，停不到车位，再来怎么办？绕了老半圈之后，绕到那个中山国中全联那边才可以停，然后再走过来。之后等一下我看到那个李长老娘来的时候，我好高兴哎！你今天走路跟我一样走很远呢而且我走路比你快呢。它相对的，这是一种感动。每个礼拜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里面互道平安，是何等的福气耶！就像我们同年龄的3个人，一个人在天上礼拜，我们2个人在地上礼拜，对不对？大家都很高兴嘛，对不对？所以再来一次。你要记得，你要对人家平安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后要平安，要发自内心呢。你觉得我这一个礼拜来这么多人在祝福我，跟我平安，多高兴的一件事情哎！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那个我儿子还开玩笑，爸爸你是把圣经这个题目拿出来，生气却不要犯罪。我说我没有像你这个头脑要把整个再整合成那个很美丽的一个标题，没有错了。他现在因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快退休，一直拜托他去连续讲道，在台南连续讲道3个月每次讲道来，那个会友就会说哎呀。终于听了您好这样喏。可是我觉得也很高兴，不要赞美别人，也不要赞美个人，一切荣耀归给主。然后我就会开玩笑，我的儿子是唯一牧会去教会实习不及格的，虽然教会跟他，而且我儿子也破纪录，在南神教会实习，连续2个教会跟他打100，他上个教会实习2个教会跟他打100分。那个教会不知道了，但是我想分数也应该很高，可是神学院跟他打0分，所以他就没办法出来。可是他教会现在台南是很多教会是请他去讲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但不管怎么说，生气，先问一个我后面有一在问的，生气是不是犯罪？生气是不是犯罪？生气是不是犯罪？你们看到这张图了嘛？对不对？然后这张图是什么？上帝会不会生气？有时候那个这一些刚信的人念到旧约现在我们在查以西结嘛，念到旧约，哎呦，上帝怎么这个样子？上帝好像24小时都在生气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就像现在你看当妈妈刚开始的对小 baby 多温柔哎呦好可爱宝宝好可爱然后1岁好可爱，2岁超级高追的，3岁加你那高追4岁，有够差有够疑囡仔什么时候才会大汉啊？每个当妈妈的都一样，你也一样，你妈妈一直盼望你长大等到你长大以后就说脱离我了，有没有脱离你？有啊。等到长大到国中我们的国中能够陪妈妈来当礼拜，你们是上帝最祝福的人，加倍再加倍的祝福。以后你会体验到，剩下9年我跟你打赌世界剩下9年，你看，剩下9年，
上帝看你没有住在你身上，就发生那个很奇妙的事情。上帝会不会生气？生气。上帝为什么生气？你看，上帝造人呐、亚当夏娃出埃甸乐园的时候，还跟他们讲：你要勤恳耕作，你们要变好。结果那个时代的人哦，恶极了，坏死了。因为恶极了，坏死了，所以上帝怎么样？就叫挪亚到山上去造个方舟哎，山上呢，足悬的所在去山顶坐船呢，迄头壳去互压打去歹去啊！哦，那在一面坐船，一面讲啊，恁安尼悔改哦，啊，上帝要灭人类哦，上帝要灭人类，你们要赶快进入方舟啊！有没有人听？没有啊，大家那边哎呦，啊，大笑啊，那坐船哦，大家嘛坐到造船一定是在海边嘛吼，谁会造船造到山上去，而且造到很高的山？哎，头壳打去啊！这个头脑大概跟蔡崇一样坏掉了，小时候有脑膜炎。啊，上帝很生气，最后用什么40昼夜的洪水灭了人类。灭了人类之后，他用彩虹跟人类立约，那叫彩虹之约。他不再用水灭人类哦。可是人类有没有悔改？没有呢。你看，当初雅各因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当宰相了，没有东西吃，赶快到埃及去投靠他儿子，就在那边生养众多，越来越多的。哎，坦白的讲，信主的人，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后来生小孩哈，一下就生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长老教会要检讨看看，其实用我们中心教会来讲，已经40年了，应该要40倍才对。应该要生养很多嘛，这个跟阿球可能很有关系，阿球生的太少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去跟阿球检讨一下。那相对的，生养众多了，生养一堆人了以后啊，哎呦，都做苦工啊，上帝是就跟摩西说把他们带出埃及，可是各位看到什么？他们出埃及哦，在埃及，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在埃及吃的是什么？烟豚、玛纳，喝的水是泉水，就这样吃。哎，给你试试看哦，不要讲别的，泡面很好吃，对不对？泡面好吃不好吃？好吃啦！我告诉你，你被隔离3天以后，泡面最好吃。任何一件东西在山珍海味，当初我们去北海道看到那个帝王蟹，哦，大家整团的人看到帝王蟹，高兴的要死。那个导游在旁边连吃都不吃，说导游你为什么不吃？说你吃个2天你就不想吃了。哦，我们拼命吃啊，拼命吃啊，到第2天吃的比较少，到第3天全部看到大螃蟹。他说自餐呢，尽量吃哎。那这边看，有的人家以为吃还不错，不吃了。任何的美食，只要给你吃个1个礼拜都不变，你就觉得不好吃了啦。什么叫山珍海味？那个国外每天吃鲍鱼、鱼翅，什么欧鱼鸡，有为没为？有时候不比，有时候比一碗泡面更差哎。你也看到建辉去在高雄，大概都常吃泡面嘛哈，还好回来在家里还有东西吃哈。相对的，上帝因为他在旷野40年。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讲，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呢，你的祖先试我，试几当？试10摆、40当，应该38当啊！一直给我试，一直给我试，试验我上帝的耐性，试验我的耐性，试验到我自己受不了，试验我的耐性。所以说你们心里迷糊啊，我就在怒中起诉。所以上帝有没有生气？有啊。上帝在生气的时候就起诉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那一代的人就都没有进入迦南地，除了那个约书亚跟迦勒以外，几乎就没有。那一代的人新出生的可以进入迦南地，那一代的人几乎没有进入，就是没有进入迦南地，连摩西也没有啊。所以相对的，上帝会不会生气？上帝会生气耶。然后之后呢，耶稣会不会生气？那我们来看耶稣呢？耶稣当初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喊和散呐，和散呐。4天以后，那第2天他去做什么事情？又进入耶路撒冷，第2天到圣殿里面去。那边你们在我这里做买卖，
你们在我这里做买卖，当初圣殿是在赚钱的地方，跟祭司分呢。你圣殿的奉献的钱呢，还要另外再换圣殿的钱。然后你用了再好的牛牵到那边去，那个检查一下，说哎呀，这个有瑕疵，这不行，你要买新的。那个旧的就留在那边，等下一个人来卖给他。他专门做这些事情赚钱，中饱私囊。你为什么不生气？有一句话，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做了33年法官，8年的监察委员，40几年了嘛，哈。我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哎，所以有时候看到哦，尤其在监察院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当初的那个8000亿的那个前瞻跟8000亿的防疫预算，查到最后哦，真的有点气快冲上来了。那时候心理上好像不太高兴，快冲上来了，一直跟他们讲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这是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不要这个样子。其中一个张志明，反正现在已经报纸都出来了，平常是1亿的补助，突然前瞻预算给他27亿，还来责怪我。我在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成立一个公司补助自己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公务员好苦哦，本来我1年只有要分配出1亿的预算，突然给我27亿，叫我1年之内要用完，我没办法，只有自己成立公司，自己申请补助啊。哦，讲的比我好像理直气壮的感觉，不能怪我啊，谁叫你多给我26亿，我没办法，只有补助我自己。这个很对哈。奇怪，我本来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老讲，我就这样退下来跟你一起开公司好了。所以你会觉得说，人的观念真的是有时候你听他讲那个比较生气，那就气得发笑。我们上个我是主查，另外2个人就在那一直摇头，我就在那一直笑。我说这种话你讲得出来哦？他说对啊。如果你们都是当高阶公务员，你不觉得你当低阶公务员都知道有业绩压力耶，有绩效压力耶？我说有绩效也不要，你不能贪图这些钱呐，你顶多缴回去会被骂。所以他就成立公司，赶快把它赚了。所以我们想一想，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很简单的重要的3节圣经节而已。生气，但是怎么样？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么简单的3句话而已。那今天说怎么蔡崇今天讲到怎么讲的这么浅？这真的很浅，就3句话，还是1句话。你会生气吗？在座的不会生气的人，请你举手。我现在就懒得叫你们举手，我只问说会举手的，请你这辈子没有生过气的人，请你举手。人君，你有生过气哦？女朋友不理你的是不是？谁不会生气啦？上帝早就是会生气，连上帝都会生气，耶稣都会生气。但是相对的，你会生气吗？你应该生气说生气，不应该生气就不应该生气耶。你会生气吗？我们看到什么？小孩子虐童案，现在办的最多是虐童案。上次有没有看到恩恩案？有没有？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家小猴子被这个样子哦，他的爸爸讲一句话，他的妈妈说：“我会拿刀去杀人。”这不是生气耶，我会去杀人呢。真的很气耶，全国都很气耶。你看每次审判，外面就围了一大堆人，气得要死。就别忘记啊，他回家对他儿子也是施虐，也是虐待他的儿童。我们就是生气呀，自以为意呀，自己很那个很生气。最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生气吗？台湾刚发生的是什么？非洲猪瘟呢？守了那么久有人说20年，有人说30年，好不容易外销我们盐水教会有一个养猪大户所以我当初讲说，我突然有一次讲到不小心讲到说，小时候妈妈用斑嘎，拢去买斑嘎来给我叮，因为我脑膜炎身体不好。他们的养猪场。最多斑鸠有点像麻雀有点像麻雀大一点，把它毛拔起来以后跟麻雀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拿10几只给我，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敢吃了，不要再抓了。他说反正是抓了，因为他们一定要撒网，让斑鸠整个这样，否则会跟猪抢食那个饲料，
非洲猪瘟失守哎。如果没有遏制的话，陈时中已经下去台中了。没有遏制的话，猪肉的损失很多哎。当然，如果对一般大众想说，哎，这下好了，这下猪肉销不出去的话，现在猪肉很贵嘛，对不对？应该会比较便宜。不要这种心理啦，那猪肉也很可怜啦。我们台湾光这样可能损失2000万，2000亿，哎，不是万亿，嘿嘿嘿亿。哎，现在万跟亿好像没有差很多嘞哈，我感觉上，以前富翁叫做百万富翁，现在100万哪叫富翁？所以美丽姐那间房子都是几百万的富翁哎，不要说美丽姐了，全部都是啦，就我们家宿舍没有而已啦。但相对的，非洲猪瘟，其实我看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已经立案了啦，这个也当然也不必对外面讲。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当初边境检查，大家有没有印象？出来那个都要告诉你说，不能带有那个猪肉的东西，有没有？中秋节月饼里面不能有那个那边不能有猪肉。讲归讲，结果现在去问，为什么你们边境检查没有把它检查出来？边境说预算被砍了，没办法检查，预算都被砍了，包括宣传费都被砍。以前都会贴一个大的横条，有没有？绝对不能带猪肉，会罚款100万。现在那个已经拆掉了，因为预算被砍掉了。进来的，但是怎么样出来的还不知道啦，到底是厨余呢，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反正就失手了。而且我们正式通报了，真的是非洲猪瘟，各位不要小看了，以为不是什么大事情哎，真的很严重呢，很严重到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损失。那么圣经是否犯罪？大家已经问过了，圣经不是犯罪啦，但是圣经没有禁止圣经，但是圣经有讲。上帝的愤怒就显明在一切什么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什么叫不虔、不敬虔、不义？没有主的义，跟主没有结合，没有圣洁。我儿子去念台南神学院之后，念了4年，才发觉到说，神学院的老师真的是最有信仰的，就在那边。因为你经常听到的是我最有信仰。你们要学我最有信仰，然后奖励都是20年来都不变的。我最有信仰，打成绩不看成绩，打成绩不看你的报告好不好，看你的信仰好不好。那我才发觉到成绩打成绩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你们去练成绩要记住，对老师好一点，你成绩就会高，因为你信仰就会好。所以相对的，不虔不义是个很严重的罪，上帝非常生气。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敬虔，为什么耶稣特别把法利赛人的那个祷告讲出来？神啊，我有1/4的奉献啊，我每天都非常祷告，我经常我每个礼拜都禁食祷告，我多虔诚啊，我多好啊，我是一个义人。上帝最讨厌这种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圣经不是犯罪，可是重要是什么？生气可能是犯罪的动机呀、你的受气可能引诱你犯罪呢。要记住，你有当现在受气吼，引诱你犯罪呢。你看有时候我们坐高铁有没有？高铁都那个除了商务舱以外，其他有的3排座的、2排座、3排座很挤耶，尤其你在中间的，中间要出来上个厕所，一定要跟那个坐在旁边的那个靠走道的人说对不起，让我过一下。通常大家都会把前面的板子拿下来。他要再把板子上去，我就碰过一个不让就是不让。你觉得你我这一直要想上厕所，他就说等我这个打完再说了。我现在在忙着呢，我去你就打断我了啊。那我就在那边憋着忍着让他打完。我觉得打好久，我甚至要跟他讲说，我来打好了，我来打可能比你更快。我看他这慢慢敲两只手指头慢慢敲敲了老半天，终于敲完了。然后收起来，让我去上厕所，哎，好舒服哦。人会不会生气？动机呀、你的动机是什么？经常引诱你生气，所以愤怒本身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不节制的话，它很容易引导你犯罪耶。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生气？
因为生气很容易引导你犯罪。我们经常，你没想到，生气、相骂、无好话，夫妻吵架越骂，从祖宗18代开始骂，从结婚开始那一天你就对我不好，一直骂到今天。如果结婚更久的人可以骂50年，从50年来你怎么对我不好，一直骂到大家都睡着了，还在骂。数落，尤其那个婆媳的问题更多哦。我们看那个连续剧，可以骂得很久。所以相对圣经有关罪的教导，跟那个世俗的文化对罪的定义是不同的哦。那个士林官有一个凯歌堂，对不对？周润发牧师都在那边主持会议，但是那个老蒋公就是蒋总统，老蒋总统都在那边做礼拜。有一次他就讲到罪，他说我是罪人，你们也都是罪人。突然前面看到那个蒋公跟那蒋夫人，你们2个也是罪人。我那个旁边的侍卫好紧张哦，这个枪，那个时代开玩笑，拿起来就可以打人呢。你们2个也是罪人。结果看到那个夫人，那个蒋夫人微微一笑，蒋公微微一笑，他说啊，那大概没事了，就下来。那时候那个侍卫讲说，宗师你怎么那么大胆？蒋公是罪人，蒋公是罪人啊，不是罪人不要来做礼拜，来做礼拜的都是罪人。你们都是罪人啊，我更是有罪。哎呦，这个做礼拜好没趣，每次来都说我是罪人，我有犯什么罪？我们的罪跟师父讲的罪不一样啊，就像法官的审判的罪跟我们一般所讲的罪不一样。但是信耶稣可以将这个罪的困扰解除掉，只要你趋向耶稣，信耶稣，学习耶稣的样式，像耶稣的宽心，你的罪当得到赦免啦，你的罪得赦。否则靠自己的能力，真的没办法摆脱罪。你没办法摆脱罪的束缚，所以生气不要犯罪了。生气犯罪不是好事，因为好死气的人挑起争端，易怒的人多犯罪。尤其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20-30年来，哇，不定时炸弹很多呢。有一次我去坐，我们现在公务车，不晓得哪个天才说禁止我们坐公务车，其实监会也是被删的啦。然后我们就去坐捷运，那经常有时候走在路上，然后被我们约去的人，喂，来跟我们一起坐，因为行政院就在我们对面，所以我们都会绕从后面去坐捷运，否则不好意思一天到晚给人家叫做大家一起坐也难看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我们去坐捷运，坐捷运呢，我想说我是65岁，应该可以坐博爱座吧。有一次真的没有位置啊，想说那个位置反正空在那边，我就坐了，上去就坐一下，等一下叫一个欧巴桑上来，就一直看着我，就拿一张敬老卡，就一直，他没有把我赶了哈，拿敬老卡就在那边念，我已经拿到敬老卡了，我已经拿到敬老卡了。我本来想站起来给他做了，可是想他又没怎么样啊，所以我也拿出敬老卡。我拿到敬老卡将近10年了，他就收起来，我也收起来。谁没有敬老卡？我们在座的1半以上都有敬老卡，好不好？现在65岁有什么大不了？应该用75岁做标准，我都同意。但相对的，我们我一直觉得，可能如果遇到一个别人的话，可能2个人就吵起来了，会不会吵？我们经常看捷运车厢里面还有打人的，有没有？为什么？碰到一个人身体真的很不舒服，你坐在博爱座，那你比较老就一定要他站起来。所以我是尽量站了，除非我那天身体真的很不舒服，有位置我才坐。所以我有位置，我有时候也不坐，我就尽量站，因为平常站的机会也不多嘛，就尽量站嘛。而且坐捷运很好玩呢。各位如果有坐捷运的话，我希望你们上班之后我们没有被管制的嘛，所以我都到双连站。各位告诉你们，双连站好吃的东西一大堆哦。我告诉你，到双连站下来吃个早餐哦，买2碗，买什么一大堆东西，买完之后我再慢慢再坐去上班，多好！虽然再坐个2站就到台北车站了，就可以下去上班。相对的，我们所看到，生气不要犯罪。你会生气，有时候你真的看不下，你会生气呀。
你很多东西你实在看不下，你会生气，这是人，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他觉得这不对嘛。那把小孩子虐待成这个样子不对吧？你会生气，但是相对的，不要轻易发怒。生气你要有理由，但是而且不要轻易发怒。性情暴躁的人，大选愚妄。什么叫性情暴躁的人？各位看到没有？有时候你的邻居，当初我们在上面上卡拉 OK， 只要什么卡拉 OK 一开一唱，立刻有人插头开起来，就快在家了啦，我被吵死呀，你困丢倒，最后卡拉 OK 不敢唱了。以前我们这里哈，在这里练歌而已哦，有没有？就有人跑来大骂，吵到他睡觉，白天呢，因为他可能是上夜班的啦，我不知道，我就会吵到人家，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尽量小声一点。所以性情暴躁的人，经常也很多呢。尤其我们在开委员会，我讲的那个1年办不到1件的人，哦，一个月难得见到他1、2次，可是他一来，那个调查官就要战战兢兢，因为调查官只要靠近他，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位置都请调查，你就坐在那边，跟我们讲一下。调查官做什么？站起来，这是委员做的呢。好多的位置为什么他不能坐？就委员做的呢。那现在哈，我经过8年来，我已经比较不一样了。我说没关系，我叫你做的，请坐。你才是真正在办案的人，谢谢你。那个人气得要死，他也不敢讲话啊，是我请他做的。人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职位不同，可是相对大家都受到尊重嘛，所以相对生气很容易造成破口啦。一天到晚在生气的人，很容易犯罪，很容易造成破口了。所以叫人知罪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我去差遣保惠师来，保惠师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所以叫你们知道自己的罪，所以圣灵要充满着我们。我们祷告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帮我们祷告，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会得到力量，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基督徒的罪有什么？有过失的罪，有过犯的罪。什么叫过犯的罪？你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对的，你越过那个藩篱耶。你养小三对不对？不对吧？你赌博对不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有，这是人类公认的罪。而且有一种是过失的罪，过失的罪最重要是什么？你可以爱你的邻舍啊，他饿得要死啊，你有面包1块给他吃。不行啊，这个面包吃下去我就没面包了，还是我只有买这块面包，我还要走很远再去买啊。这一家面包很有名哎。记得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不是说将你所有的，我不敢奢求那个阿嘎贝的爱，就你所有的都给，但是相对的你要真的付出你的爱，那个爱在平安感受得到。你跟人家知道平安是出于真心，还是应付的？那个都感受得到，所以相对的，我们要有从动机的角度，你是什么动机来看？犯罪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哦。上个礼拜有讲说，过去、现在、将来，这是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相对我们要知道，所以跟人家讲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说我劝人家来信主啊。今天有一个那个新的弟兄来说，哎，新的弟兄，我告诉你啊，你有罪啊！你要来信主耶稣，否则你有罪啊！你有罪会下地狱。不要以前都跟人家讲有罪啊，谁会承认自己有罪？你告诉人家说，哎，我告诉你，我信主之前脾气多坏哦，一天到晚跟我先生、跟我太太想家，一天到晚打小孩啊，工作不顺利就回家打小孩出气。哎，有没有？工作不顺利，打小孩出气。哎，大家怎么这么安静？应该有吧？阿秋就是啊，阿秋小孩不信你问阿秋的小孩有没有工作不顺利就打小孩出气。那相对的，现在比较没有了哈。以前叫做正常，
以前叫做正常。爸爸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小孩出去叫做正常，没有人敢讲话。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隔壁邻居此起彼落的小孩子的哀叫声，在以前叫做正常啊，现在大概没有了，没有人敢打小孩。你打小孩，人家会报警呢。现在可以报警了，所以相对的，我们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告诉人家我们是不好的。可是我信耶稣之后，我发现我改变了呢。以前我太太叫我倒垃圾我打死我都不去。大男人倒什么垃圾，能看吗？现在我都抢着倒垃圾等一下我们问一下姚弟兄有没有哈？等一下再问好了哈，私下问。相对的，你会改变你你会发觉到很多的事情，你的人生是完全的改变，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叫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嘛所以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生气到日落。万一晚上生气怎么办？晚上生气可以一直生气到明天的日落嘛，对不对？晚上生气就没有日落了嘛，对不对？所以可以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到明天的日落，是这样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可能更要小心一点。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只是告诉我们怎么讲，慢慢的动怒啦。通常晚上生气，你也不要将你的气带到你的睡眠。你在那边生气，睡不着，睡不好，气你的人睡得很好你没有发觉到这个世界是这样？你跟隔壁吵架，隔壁骂你骂了老半天，你气得要死，回来说我从此不跟他玩了，我怎么样一直在那边数落你先在旁边听，你在那边数落完之后，好了，睡觉啦，我睡不着啦，气得要死，我就在客厅里面生气，气，隔壁睡了打呼，对你有什么好处？所以相对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上帝的心是极其伟大。日出之后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神的恩典乃一世之久，不要忘记。所以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当止住怒气，离去怒气，不要心怀不平我们经常生气在哪边？心怀不平这个怎么会这样？你看那个复兴乡在清理水沟的时候，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水沟盖都被偷走不是偷到了，很多被偷走人家都已经遭受灾难，你还去偷水沟盖去卖钱？偷水沟盖，我当法官经常办那个偷水沟盖，我说每次看到说你能卖多少钱？还有捡电缆，把人家剪一节去卖200块，那个工厂一停电损失200万。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会想莫名其妙，那很多都吸毒的不是赌博就吸毒的，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生气吗？两个夫妻一吵架，那么吵了老半天老半天，突然先生接到电话，喂，是，对，我一定会立刻走，会，是。他在旁边说：“你刚才不是气呼在骂我吗？谁是谁？我老板啦，我老板打电话来啦。你跟你老板讲话那么客气，刚才对我这么大声小叫，因为他是我老板呐，你不是我老板啊。所以我们经常对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老板是完全不一样。有一个人叫做冬瓜，有没有？以前经常上电视，最后死掉，他的儿子叫小冬瓜。他的儿子叫小冬瓜，就出版了一本书《直视死亡》。他讲那里面什么？他看到太多死亡的案例，看到那么多死亡之后，他发现到说，人类有什么好计较的？这真的没什么好计较当你躺下去之后，你会发觉到说，还有什么好计较？所以一对夫妻在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吵了老半天，离婚了。吵架最容易，夫妻吵架最容易讲什么？离婚了。离就离了，会不会接着来嘛？就一直笑。你再一直笑是安怎啦？打电话来问这问。离婚了，
你就你的。先生说，你出去，你要什么东西你就带走，我不跟你同住了。先生说，讲真的哦，讲真的，你要什么东西全部带走。他先生说，我只带一样东西，你说吧，我只要带你走。他先生，他太太一看到过来，不要过来。然后两个就，他太太就笑了，笑了之后，他太太就站起来。先生看到他太太站起来，除了问他，你要去哪里？他以为他太太要离家出走，他太太就讲一句话：中午菜还没买啊，总要去买菜吧。好生气，所以撒旦是以分类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教会基督徒是什么？以合一，我们要合一来得胜。今天在座有很多夫妻哦，合一得胜。你会不会生气？会呀、结婚久了以后就是会生气呀、但是要以合一来得胜。相对的，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我们所看到什么？上个礼拜有讲过，那个台北圣乐团来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有一个人呐、闲着无聊啊，吃饱太闲呐、吃饱太闲也是问题耶。所以我在想说，7月31号以后，我任期到了以后，没有新职务的话，我就要变成无头路啊呢，无头路就吃饱收闲嘞，闲在厝呢。闲在厝唔知去，我倒无阳台哦。你看到位闲在厝去阳台里面偷看人洗身躯啦。现在在阳台怎么可能偷看人家洗澡啦？哎呦，又去当一个国王，这就犯罪了啊！你们看到约伯有没有？约伯是个义人呢，圣经讲魔鬼就试验他3个朋友再来跟他辩论3大回合到第3回的时候，他一直跟他讲我无罪啊，我都没有罪。人辩论很奇怪，辩论到最后变成越来越骄傲，自以为义。圣经讲我完全没有犯罪啊，我是个义人啊，你为什么一直数落我？一直讲我不对啊，一直怎么样啊？自以为义，很可怕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尤其我们当长老的自己要小心久了以后，真的说我是长老，我信仰最好，你们这个都不对，我才是义人。我是无罪的，人一直讲无罪的话，自以为义的话，很容易陷入罪。还有一个是什么？停止聚会。我在讲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聚会之中，你会感受到神对你的呼召。所以魔鬼有这些疑惑的破口，魔鬼会给你骄傲的破口，魔鬼给你义气的破口。最重要的，魔鬼让你嫉妒。为什么他唱歌就比我好听？为什么他做生意就比我好？为什么他赚钱就比我好？为什么他家庭夫妻的感情就比我好？贪婪是万恶之源。真的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那个人多会赚钱，他很有钱，又怎么样？到天堂带得走吗？到天堂不是看你在地上有多少钱呢？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就要小心。我们在律师界有个传说了，我看网络上也看过，但是不晓得真的假的。律师界有个传说，有个律师，他在律师界里面就跟大家讲，他说有对夫妻是我的好朋友，4对公务员，2个一向都很恩爱突然到70岁了跑到我事务所来，某某某某某某，他们都很熟，你帮我们2个办离婚好不好？你们2个要离婚我的太太说：“我受不了了，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我因为是小孩子小，我就一直忍耐。小孩子现在都长大，各有成就了，我不跟他住在一起，2个离婚了，各过各的了。先生说离婚就离婚了。可这个律师讲说奇怪，这对夫妻是很恩爱的呢，怎么可能说要离婚呢？奇怪。可是2个都很坚决，你帮忙写离婚书。”帮我们写离婚协议书，他就写了，没办法啦。他们2个一直拜托我，别人也不信任，那我也不怕别人知道啊，你就帮我写就好啦。他就写完之后，他灵机一动，想说，搞不好他们2个只是讲气话。说来中午嘛，
我请你们2个吃饭好不好？我说好啊，最后一次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吃饭是最后一次哦。哦，他太太，哦，突然以前很温柔的女孩子变得很凶，哼，我跟你最后一次吃饭。先生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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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菜炒出来，一盘鸡，白斩鸡，他就夹那个鸡腿，说太太，这是你喜欢吃的鸡腿，给你吃。又是鸡腿，又是鸡腿，我最讨厌鸡腿了。太太，我每次夹给你，你都说很好吃，我是应付你的啦。我最讨厌鸡腿了。太太，我最喜欢吃鸡腿，从小哦，我们都抢着吃鸡腿，我觉得鸡腿最好，所以我将最好的夹给你。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有没有问我的意见？有没有问我喜欢不喜欢？有啊，我每次夹给你，我看你都吃得很高兴。不吃了，鸡腿不是我喜欢的啦。哦，对不起，对不起，拿回来。那你讲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就开始2个无言，3个人也讲不到话了，就赶快把他菜吃完，太太就回家，先生就住在那个律师的家。先生就回家，太太就住在这个律师的家。突然到半夜，电话响了，律师起来跟他太太讲说：“哎，你家电话响了哦，又是他打来的啦，我不接啦。反正我跟他离婚了，还有什么好接？你接接看嘛，不要啦。等一下，半夜3点又打来，你先生又打来，你接了不接啦？哦，就没声音了。你看，你看，你看，没有再打了吧？如果他再打来，我就接；如果他再打来，我就接。不打啦，没有声音的。第2天突然，他的儿子匆匆忙忙打电话来：“妈妈，你赶快回来了！妈妈，你赶快回来了！怎么了？爸爸心脏发作，猝死了啦！”啊，对哦，对哦，他有心脏病，每天晚上要吃心脏的药啊！我忘了告诉他。然后他匆匆忙忙回去，先生已经送到医院，急救无效，死掉。这个回家整理东西。其实我先生对我也很好呢，他以前都很顺着我呢。奇怪嘞，最近我怎么这个样子？那天呢，不晓得听谁讲的啊，2个不合就离婚，然后我就跟他讲离婚。他有高血压，他一定要吃药，那个心脏不好，这我为什么都忘掉了？我在整理东西中看到一张保险单，这个保险单的日期是他们结婚那天的日期，旁边还有一张纸条，就跟他讲说：当你看到这张保险单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结婚的那一天，我就投保。我就跟上帝立，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爱你。如果不幸我先走了，我会留下一笔财富，让你可以度过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履行我的诺言，我照顾你的一生。他太太看到那个保险单，我当时在气什么啦？我当时在气什么的？生气，不要犯罪。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我们感谢你。那我们每个礼拜在你的圣殿里，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不要一时意气的用事，我们的动机不是为生气而生气，我们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听，我们要让我们的快快的听，慢慢的动入，让我主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生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反而给魔鬼留下破口。求主你悦纳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像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即是咱请起入来吟诗379首。请坐，请咱闭慢心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游园徛的，上尾送荣，送荣了，请带长老为咱祝祷。向高高的羞涩的平安，愿你们得到上帝永远的恩典。当你们生气的时候，记得神永远在你的身边，生气不要到日落，永远保持着一颗圣洁的心，与主同在。我们得到最后所祈祷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现相通因带班长夫妻，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好，请坐。过来报告。今仔日吼，咱看第2项吼，妇女团契、夫妇团契，今仔日12点半吼，咱今仔日有活动，咱要前往长荣海事博物馆，蝶中山南路11号。那就是也是自备悠游卡，还有饮用水。因为天候的关系，本来是要去阳明山啊，今天就改成那个长荣海事博物馆。然后那个礼拜6哈，我们有那个教会同工的退休会在3支哈，那请那个各团契，然后和你们的辅导联系一下，到时候看如何前往。其他的这个就自己看了。然后我们今天因为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可以进入小组，不过就是我们控制一下时间哈。那我们先请那个叶长老为我们讲解以西结。请感谢平安。我们讲那个以西结已经到最后了哈，到最后以西结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好几个礼拜哈，因为有时候就有事情就没有讲啊。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带那个以西结啊到那个一个荒野地方去了，然后看到了很多的枯骨，然后跟以西结讲说：“你叫那些枯骨啊，那些枯骨可以恢复吗？可以活起来吗？”以西结讲：“哦，你哪安尼讲？意思讲上帝啊，你哪安尼问啊？你怎么会这样问呢？”结果神跟他讲说：“你看到你跟他讲，叫他们可以复活起来。”结果那些骨头啊就连在一起了，生了筋，生了肉，但是没有气息。所以神跟以西结讲说：“你把那风吹一口气在他们上面，他就会活起来。”后来就活起来，活起来说成为以色列的军队了。以色列的军队，那你假如说你是这样看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怎么会以色列军队？我们现在被掳啊，全部都被巴比伦抓到巴比伦去了，怎么会变成军队呢？神就让他看到这样，看到这样以后，后来神就跟他讲神为什么会审判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违背了神的命令了，违背神的命令。你们可以看他有很多地方所以他特别讲说，以色列会遭遇到什么？遭遇到，比如说在城内的会遇到瘟疫啊，会饿死；到城外去了，遇到刀剑；逃跑的呢，又被追杀，所以大概都没有剩下什么人的啦。神就这样。后来神说他还会审判什么？审判那个巴比伦，还会审判以东，还会审判这些其他的国家啦。后来有一章他讲说，你到阴间去看看，以兰不是在那边的吗？
巴比伦不是在那边，亚述不是在那边吗？都在阴间里面呢。他们以前是在世上让人家会非常害怕的这些国家的国王跟他们那一些将军呢，全部都在阴间里面，一点也没办法害怕。哦，以赛亚书说的更夸张一点哦，他形容是什么？他们呢，你看他们在那边呢，一点力量都没有，睡的是什么蛆了，盖的是什么虫啊？哦，因为睡的是蛆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那个手中。后来我们知道到最后哈，到最后以西结到最后这几章啊，大概从40章开始到48章，全部都在讲什么？他们要带他回去啊，到耶路撒冷去，然后盖圣殿。圣殿的蓝图都把它画好了。然后你如果是以西结的时候，你会想说，我被抓来哦，在这边都在这边当俘虏，怎么可能还会回去盖圣殿？再来是什么？再来说12个支派又要分地了。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出埃及记的时候，到最后，出埃及记到最后的那几章里面也是一样哦。神跟摩西讲，那个圣殿要怎么盖，你要跟他们讲，圣殿要怎么盖，地要怎么分，完全一样，大概都有7、8章的地方都在讲这个。以西结也是这样，以西结是被掳了啊，那个时候是从出埃及，两个地方都一样，到最后都有一句话了哈，到最后一句话，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最后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以西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说这个城要称为神上帝同在的地方，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了，要称为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约哈是永远不会废弃的。这个约是从出埃及到被掳以后，神跟他们讲啊，多少年以后这个约才成立，才后来整个实现了。到2战以后了，1948年，那个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一些才这个神所预言的这个才整个实现。所以我们就知道哈，然后接着就让我想到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讲的，他跟我们的约是什么？耶稣跟我们所讲的时候，凡信靠他的，他一个也不丢弃啊。说凡信靠他的，他一个也不丢弃。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就不会害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人的死亡或者怎么样哦，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个约的实现，然后我们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所讲的，我们就知道那个约是永远成立的。所以他跟我们讲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他不会丢弃我们，一个也不会丢弃哦。所以说，耶稣讲说，凡信他的，啊，称他名的，他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啊，他去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读了这个旧约的时候，在对照这个新约的时候，就让我们产生了非常大的盼望了。啊，那一天那个阿关呢，就是有来那个社区班的哈，他说他有受洗啊，所以我说你们受洗怎么都没有在礼拜啊？他说因为他弟弟去世了以后，他说神怎么会这样那么早就把他的弟弟召回去了？啊，我就笑一笑说，也许你去的时候哦，突然回头来说，怎么不早一点把我召去了？哦，在那边有那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我们没有去的时候不知道，但是也许就是这样，因为神说那个地方，哦，再也不会有哭泣啊。这个就在启示录所讲的，我们到那个地方是更好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对照起来，我们就知道那个盼望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也不会丧失掉了，哦，丧失掉。所以最近我在读的时候，有人讲说，哈，那个彼得啊，被下在监狱里面，啊，众教会的人为他祷告啊，天使就开了那个门啊，把彼得带出去了。啊，结果司提反在那边讲的时候啊，大家也为他祷告啊，结果司提反哦，被用石头打死了。啊，他说这个怎么讲呢？啊，这个牧师怎么讲？他说哦，
司提反说看见天开了，是耶稣站起来了。耶稣不是坐着，不是坐在神的右边，说站起来，看着司提反。司提反说看到这样了，啊，结果司提反死了以后，出现一个谁？保罗了，就把那个神的福音传到全世界。说司提反的去世，成就了保罗，呼召了保罗，保罗就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有时候读起来哈，每一次读的时候会不一样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应许了以色列，他也应许了我们。好，谢谢。好，多谢叶长老。上尾咱请圣歌队为咱唱祝福的歌。心啊。